哇，真係講你都唔信啦！呢一度本身係富豪先買得起嘅別墅啊，而家60萬就可以上車呢一套別墅。呢一套單位大精裝修嘅，直接拎包入住。行到出嚟呢度咧，睇住成片咁嘅山景啦，呢一片綠色植物啦，此一刻你嘅心情咪特別靚啊！呢一套單位總共3000尺，上下4層，喺深圳過嚟大概個零鐘。我哋嚟到1樓部分啦，成個客廳開間5.9米，坐喺個位置睇住個電視啊，你冇超過100吋都對唔住呢個客廳。頭先講過裝修問題啊，上面個吊頂同埋個空調都係可以包埋俾你嘅。餐廳部分放咗圓台，廚房 L 型嘅設計，入戶門口係雙開門設計，出到外邊花園咧400尺，停一部車之餘，仲有一個空間係供你使用。齊落去負2層睇下，嚟到呢個負2層，亦都係呢個套單位嘅後花園。最中意嘅係呢個位置，因為我比較中意安靜，呢個位置可以供我思考同埋各種嘅工作問題。俾着你咁樣嘅靈動空間，你會點樣設計佢呢？由後花園入返嚟室內，呢個位置係可以做娛樂室或者係影音室，仲帶一個公共嘅洗手間位置。特別喺呢度做咗個電梯井，你後期可以做成一個家庭嘅電梯，上落都非常之方便。上到嚟呢一層啦，呢一邊帶咗一個公共嘅洗手間，呢度做咗一個書房，咁樣嘅工作環境，你滿唔滿意啊 ？OK， 嚟到呢一邊帶咗一個套間設計嘅房，你可以做成一個客房啊，或者係長輩房都係足夠晒嘅。採光通風係絕對冇問題嘅。Anyway， 上到嚟最頂層啦，呢個位置都係間套房，你個細蚊仔有埋衣帽間，有埋洗手間，帶一個細露台。OK， 最後嚟到你間主人房啦，呢邊有間洗手間，嗰邊有個衣帽間。重點係咩啊？帶埋個星空露台啊！兩公婆喺埋一齊，飲住杯紅酒，斟下麥計，係幾咁浪漫呢？嗱，睇完成套單位啦，我而家介紹埋整體嘅配套啊，同埋交通俾你知。呢度係位於惠州順寮灣嘅星河山海半島啦。呢個地方真係一個隱藏嘅寶藏嚟嘅。首先，我哋嚟睇下呢一個小區，佔地足足有9200畝，簡直就係一片生態嘅綠洲。小區裏邊唔單止有5星級嘅酒店啊，仲有一個18棟嘅高爾夫球場。想象一下，周末輝光嘅寫意生活係咪令人哋心動呢？呢一度仲有華潤生活超市同埋業主食堂，生活便利到不得了。發展商更加係大手筆，斥資幾百萬打造咗一個中央公園，裏邊有露營基地啦、農場、牧場，簡直就係戶外愛好者嘅天堂。住喺呢一度，每一日都可以揾到新鮮好玩嘅地方。由小區落山4公里就係沙灘，真正就係有山有海，特別適合一家人喺度度假。小區裏邊嘅樓主要係洋房同埋別墅。今日我哋嚟睇嘅呢一棟就係別墅嘅第一排，視野超正。第二排仲有價值160萬嘅大精裝修嘅小雙拼別墅，性價比超高。如果你最近喺深圳周邊想揾環境好嘅地方度假養老，呢一度絕對你嚟睇一下。好多人住耐咗城市，就會開始向往山頂嘅寧靜。呢一度冇地鐵、冇商場，亦都冇市中心嘅繁華，但係呢一度呢就有安靜同埋寧靜喎。對於呢一啲已經實現咗財富自由嘅老細嚟講，呢一度唔單止係間屋，更加係一種全新嘅生活體驗。佢嘅追求嘅可能正正就係一種與眾不同嘅生活方式。所以如果你係厭倦咗城市嘅煩囂，想揾一片屬於自己嘅寧靜天地，呢一度可以選擇下。最緊要嘅係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埋 channel。我係 Ricky，再見。